南京5亿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不过我发现了一家还没有被游客攻占的隐藏小店，今天就去炫它。你猜我看就是我老板，在南京遇到这种酒酿店，碰到就是运气，必须买2个，一个原味，一个红豆的，一会儿配着我的脱骨面一起炫。绝了绝了，果然好吃是藏不住的。开骨肉和面居然是分开的，难以想象这个得多好吃。这个面条子绝了，灵魂之子夹给，看着就好香呀。干拌阳春面的天花板，救命啊！这真的是18块钱的料吗？我的妈耶！他们家还有带筋的，还得20分钟没点，我现在特别饿。忘记了另外一个小吃部里的甜品，每颗米里面都充满了小气泡。啊，爽啊！人生苦短，到买到，真是。